你那不是吗？저기 상품에啊，不会，你这是容易了。그 샴푸랑 그 도슨 그거 거기는啊，三级了，那三级，啊不，那可不是那可不你那么的嘛。선수 돈신前面啊，我那三十可以，我那三十的你上那是比那我好吃那么的怎么？那公爷的人啊，我也去去你的看你的在。我看你的没，这样看起来你是老不起来了嘛？没，咱也没记得嘛30年了，个舅妈都会90年，都5年。知道啊。不了，我那么的吵，这种这么的正吵你们。一般都会个舅妈就个20年噻。都会就个20年个舅妈。你也不能就是就个这人，那你也不定你那做的呢。人都有就个20年了，就个人有的。没听你说就个人搞有吧？你说。你说这不过了呢？你说过。那你说就个20年。有的那就个人那年前我的爹经历是的，就说个那有些么呢？有那就考你的。对，说个是那里呢哈。说个是那里呢呀。对，你妈的，那是那个舅妈都你就看你都近视眼噻。你说，咱家你都不会，你都不会，创业可能有点觉得呀。在好里是不是我看见？这或者什么看？或者什么看你到？我都会听。那等那是个福利，听到。那咱们都不允许开第9年。你都不允许9年。这不嘛？你这不没种看你是？不，你这是那不就9年？快那不。我给我做的你不？我不个就业，我不懂。不有可不经历啊，这是做了么了？没得啥，可是没得玩呢。我们穷看电视是人个就放出么的嘛。你看就说你搞多穷么了？你这好个自己那人心的。那么了。咱那个说的那的嘛，他玩啥呢？玩啥呢？那个说的那的。玩啥呢？这么些啊，不是现在的不是嘛那个。可能是嘛，对了你就咱们宿舍就到处对了你做了生意。就么在这，还是嘛现在的么什么？那么对了喏。